得到他。哎，今日就别给芊芊吃鸽子了，你去林间打点野味，给她压压惊。是。公子，禀告韩少君，少城主命小人来传信，说约韩少君今日申时在客栈杂货间见面，说有要事相谈。杂货间。是的。一会儿你先藏起来，等韩少君和另一位进了杂货间，就立刻锁上门。小的明白。记得算好药效发作的时间。您放心吧啊！少城主，少城主，如你所料啊，这个苏子怡果然不老实，他居然想把韩少君骗到杂物间，还要给韩少君下药呢。下什么药啊？我不知道啊。还说人呢？按照时间来算的话，快点儿！他去往杂货间的路上了。这个苏子英就是包黑芝麻馅儿汤圆黑心，连我都骗过去。哎，少城主，你干嘛去？我救人去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把苏子英给我稳住了。哎，我应该怎么稳住他呀？芊，我说你怎么了？你起来，来，走，带你出去，走。走，你干什么？啊！你干什么？还说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快走！啊！我中了合欢香。合欢香！少城主，子睿，帮我把门打开，快点！好。救我！少城主，这门锁上了，我打不开呀，我去找人帮忙。等！我跟你说，此事不宜深长，你谁都信不过，你去找白吉。好，少城主，你挺住啊，你等我呀。我倒是挺得住，我就怕横竖他挺不住。松子，你可算来了。韩少君在里头，少城主也在里头了。这怎么会是少城主？我明明要锁的是韩少君与二郡主，你乱锁什么？不是你跟我说少城主约他在这见面吗？我那是杨琛，你怎么给当真了？哎呦，完了，韩少君跟少城主都锁里头了。钥匙呢？哦，钥匙不见了，回去赶紧找啊！刚才我就藏着去的。韩爽，你要再这样，我就不高兴了。这个草饭，你把它砸死。刚才是谁打晕的我？难道陈芊芊怀疑我了？
衣服披上，杂货间冷，白姬等会儿发现我不见了，自然会寻过来的。韩少，我跟你讲啊，一般这种时候就是难住人品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经得住考验啊！三公主，三公主，您在里面吗？苏子英，小人到处找您找不着，原来您被锁在里面了。你快叫我出去！小人这就想办法救您出去。我终于还说出去。